當我同佢從每一日成日都喺度傾偈，變成幾日先講一句說話，我就知道呢段感情已經到頭啦。但係佢依然冇講分手，亦都冇同我講愛，只係一直用沉默咁面對我。歡迎嚟到呢段用聲音收藏回憶嘅時間，呢度係有沒有那麼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嗰時候我同佢之間有7歲嘅年齡差距，一開始我就已經好坦誠咁同佢講我嘅年齡。嗰時候其實佢都已經好清楚，佢屋企人唔會接受我，而我亦都知道佢內心其實係接受唔到我呢個年齡嘅，所以我一直都提醒自己唔好多問，唔好多諗，唔好動情。但係佢就送咗我一首歌《往後餘生》，就因為嗰一首歌，我就忍唔住咗同佢開始，然後不知不覺我哋嘅傾偈慢慢咁從每一日幾個鐘無時無刻咁都喺度吞信息，變到剩返幾個字，甚至到幾日都可以完全冇信息。當我主動問，佢就會話最近好忙，比較攰，返嚟就瞓。而我都唔敢打破嗰最後嘅嗰一條線。嗰段時間，我一直無限循環緊呢首歌，直到嗰一日朝早，我終於send咗一段訊息畀佢。我同佢講，我哋可以畀彼此最大嘅尊重，就係唔好用沉默嚟讓呢段關係變得無聲無息。其實我哋都知道㗎，只係冇人先開口啫嘛。結束嘅嗰一日，我依然一直喺度聽呢首歌，我讓自己將想流嘅眼淚都盡情咁流，盡情咁喊，因為我知道我愛過你，亦都利落乾脆。我唔知道你仲會唔會想起我，但我想講，多謝你啊！你給了我這個體面，結束這段感情的機會。
你畀咗我一個台階，讓我可以自己開口。從我答應你嘅嗰一刻，其實我就知道結局係會心碎嘅，但係我冇怪你啊，唔使同我講對唔住，只要我哋曾經係真心嘅，咁就夠㗎喇。多謝你啊，曾陪我行過嗰一段即使好短嘅路。再見，不負遇見。有啲故事其實真係唔需要轟轟烈烈，只要乾淨利落，就畀咗對方足夠嘅溫柔，將佢留喺記憶入邊。你有冇都經歷過咁樣嘅一段感情？有沒有一首歌，你聽住聽住就諗起某個人啊？如果你願意，歡迎喺留言區同我講啊。當你聽到呢首歌體面，你諗起咗邊個啊？早唞啦，我係木木心，我哋下一集見啦。